你睇佢喺90至2000年代佢係上落嘅。嗱，呢個走勢咧同嗰個整體嗰個美股係有少少背馳，that's why 佢係一個所謂類似防守嘅股份嘅理解個解讀就係咁樣樣。喺90年代其實好多股票咧，尤其是喺科網驅動之下咧係升嘅，咁佢你見到係相對立嘅。咁去到2000年代咧，因為 AI 嗰陣時dotcom bubble 爆咗之後咧，嗰個2000年代即係千禧年代嗰10年咧，美股嘅表現其實相對呆滯嘅。你睇道指、納指等等咧，都係比較橫行嘅，但係佢咧就係呈現到一個上升嘅趨勢。咁反而去到咧近呢10零年啦，即係近呢10零年，知道 AI 帶動之下咧，好多股票都升得好犀利，指數都升得好犀利。咁反而佢喺呢個狀態之下，佢個指數係偏向上落嘅，直至最近先至話夾翻上嚟啫。所以佢成個大方向啊，即係以5至10年嘅方向計咧。